声来的朋友们，我想今天我就借由大家的声音一起来欢迎他，好不好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金曲最佳台语歌王。 今天的歌单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对，再来这一首我很喜欢的台语歌曲《春天那一下你瓜》送给大家。只是时难过，如今想要挽回，感情已经出问题。是缘分将咱拆散，爱我变甲这。 粉丝。只是时难过，如今想要来挽回，感情已出问题。是缘分将咱拆散，爱我。 在。
笑声。谢谢我们的金曲台语歌王许富凯。好久不见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实在太得人疼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在歌坛零负评，而且不管是幕前或幕后，所有跟他接触过的制作单位，大家都对他爱不释手，就很想把他抱，因为真的是徐爸爸给你。徐妈妈给你嘎嘎就好了，对，谢谢。真的，他很乖哦。爸爸妈妈叫他做什么，他都会做。然后他就是这样子再到歌坛，我们再给我们的金曲台语最佳歌王许富凯一个热烈的掌声。而且你知道他有多爱你们吗？今天为了大家，然后又顾虑到这么多的歌迷朋友，他今天都没有特别唱什么新歌哦，他就是说要唱大家都熟悉的歌。你讲你有这人听不？捧我下过来鼓励一下。因为我自己的歌还没有很红，所以想说先唱别人。你怎么讲这样？你歌曲没有很红，你还得这个金曲歌王？We are no 哈哈，我们不开玩笑的，不可以这样开玩笑。而且你看嘛，唱着，我们除了局长从头到尾坐在这边，连我们的高市长都来到我们现场了，哇，真的太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觉得在你唱歌之前啊，这样子是，因为市长都来了嘛，我们来跟市长拍一张照片好不好？没问题啊。当然要请市长跟局长拍成后，今天做一下人形立有模特儿，因为什么？你知道，徐富凯要跟他所有的真爱合照，可不可以？不好意思，市长。谢谢。那我要下去吗？还是？我们就到台下来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来，我来 cue 一下这个，我们是不是市府今天有这个专业的摄影，对不对？来，所有小凯的真爱们，你们在哪里？耶！不好意思。对，谢谢小凯这么的用心哦。好，那我们是特别欢迎来，我们也可以到前面来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来谁？其实我站着跟坐的差不多。小心，大家小心哈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刻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不亲自请啊，我就想说大家来个大合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我们台上的摄影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富凯的很多真爱们，大家都不畏风雨来到这边哦，所以我们来一起来一个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时候很想跟小凯唱一首歌，当最顶也着一支小雨伞。我好幸福！你们待会你的海迷不会吃味吧？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啊！好，我们先看右边。谢谢，我跟你一起。可以。好，也谢谢市长，还有各位长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我觉得太可爱了。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照过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。说很多时候就是你看要不要？你看这个啊！哎，你这样子，我连歌迷会不会吃味啊？不会，知道我们就是贴心。对，这就是贴心。好，接下来就话不多说，谢谢大家的合作。那么接下来再请小凯再把你好听的歌声献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接下来，最近天气有点在变化，所以要带来一首比较温暖的歌，依旧回送给大家。你就会让我们再去欢迎我们的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。好久不见。
跟宝贝两个字。阵阵风吹呀吹来南波寒，不知遥远的你敢有在他山？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缘心者，伊就是3更半暝的暗暝。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什么对我？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听你受风吹。现场所有的朋友，虽然飘着雨，但是呢，我觉得雨随着八马，对不对？对，希望大家呢今天淋了这场雨之后，大家都可以很平安、很健康，发大财，好不好？然后舞台上的这一些乐手老师呢，都是看我长大的，对，都做过我的演唱会的，对，2位，对3位其实都是啦，对，所以呢，他们非常的辛苦，我们再给他热情的掌声。让你好辛苦，好久不见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特别安排，因为今天台上有乐手老师，我想说我要唱一首很特别的歌。这首歌呢是我在明之星比赛的时阵捌唱过的歌曲。那也希望呢，藉由这一首歌来保佑我们全台湾的人民，不要再有地震，然后大家都平安健康。带来这一首2姐的《瓦杯》，谢谢。
心最后伴一杯，望天地人保庇一个家。心心最后伴一杯，望天一个家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台语金